继续来看花莲一间幼稚园，昨早起到校外来参访，结果互民众翕到有一个教保员为着要互小朋友乖乖来排队，是甲囡仔扭六滚啊解，佮喊甲大细声，意思是情绪失控。幼稚园的园长今仔日出面来道歉，讲已经甲教保员记过处分，教保员嘛有打电话甲全班的家长回失礼。 囡仔人排队乖乖听活动说明，一个白衫的查某人煞伫咧整队的时出来揪囡仔的手骨，这个过程拢互民众翕落来。起卡动手，讲他对囡仔大细声，管教的方式引发民众讨论。在这边呢，我们也真的呢。 再一次的呢，深深的一鞠躬。园长行礼回实的，因为昨早起花莲一间幼稚园，学校过当讲有写生的活动，先带囡仔来熟悉周边的环境，所以让人看到教保员情绪失控。天气呢开始有点变化，所以老师可能呢有点急，所以呢对小朋友呢在排队的时候做比较很不适当、非常。 不好的一个拉扯的这个动作。根据了解，这个教保员在这间幼稚园服务特别7年，平时的情绪沟通拢无问题。会比较躁，也是因为他可能也想要注重说孩子的安全，对，所以才会有比较控制不了的情绪在。影片中他有拉扯到我女儿，老师后来都有一一打电话来道歉了。 OK。对，我们都能理解老师。家在拢无囡仔受伤，家长敢若希望教保完了会当小可控制溃力。园方表示，除了甲教保员记过处分以外，嘛已经通报教育局来做调查，确认是不是这个案子有关就是涉及不当管教的一个违法事件处理。接落来教育局嘛会阁派员视察，不过囡仔欢欢喜喜来学校，煞互老师大细声阁出来扭，这款的情绪失控是要安怎做囡仔的模范？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